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昨昏包机回来361位旅客，经过医生的评估，直接送到3个检疫场所，隔24天。国内又增加一个确诊病例，是一位对英国回来30岁小姐，疫情指挥中心也甲一寡欧洲地区提升旅游警示。利用网络登记签名买喙罨的制度，对明仔载开始试用，民众会当用22块买到3块喙罨。讲到第二批包机对中国武汉甲361位台湾人接到回来，不过这个过程也是挨挨杂杂。甲本地要坐无人机的人是减29人。不过中国的新华网根据着中国欧北台湾办公室的讲法，讲台湾这边的无人机有空位，煞唔互其他人报起哩。拄做国民党主席的江启臣却认为讲防疫优先，先甲政治放边啊。华航包机各路天气病检疫人员拢准备好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到场坐镇。华航包机载回169人，东方航空包机载回192人，总共载回361个人。那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差不多都有相隔在有一定的范围之内。对，目前大家都是在等候在这个安检。暗过中出现有旅客无愿意配合检疫，甲有人小可发烧，包机阁退回天气病处理这情形，互原定行程一直延误。现在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出来要查验。原定7尾仔5点要为武汉天河机场起飞华航包机，因伫甲暗时9点46分起飞，半暝11点37分到台湾。另外，东方航空包机也同款，原定暗时8点起飞，最后伫11日透早2点13分起飞，4点08分到台湾。新华网引用河北台办的讲法，指出伫医院有机位的情形下，拒绝互30多位台湾人回来，互一寡台湾人失望。立营立委认为这是中国小动作，那也是呼吁防疫优先。政治靠两边，好，不要都怪台湾。事实上，我觉得中国真的是有一些小动作可以不必要了。不要让政治成为防疫的破口。此时此刻，就是把防疫摆中间，政治放两边。第二摆包机成功接登的361位台湾人，经国外会两岸包机拼场暂时结束。台湾依然坚持3大原则：弱势优先、防疫优先、政治指挥，防止疫情出现空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361位包机回来旅客，经过医生的评估了后，直接送到3个集中检疫场所进行14天隔离。另外，这个包机过程有人认为风波真大，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是中国甲台湾防疫的标准认知无同款的问题。另外，无接受候补的原因是，这个名单做防疫的工作是真重要的，所以伊无来同意。另外，中国看守是因为身份的问题无在名单内。第二批航调伫咧武汉的361个台湾旅客，分别坐华航甲中国东方航空登来台湾。所有旅客到飞机了后，经过医师的评估，拢无需要送病院，由交通车载去3个集中检疫场所进行14天的隔离检疫。外口风声讲，即个包机登来台湾的过程问题真多，除了名单内底有11个人无去机场报到，有18个人无愿意配合检疫。飞机面顶，还有一个人因为体温伤悬，临时到飞机顶顶的状况。中方去review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红外线的这个体温感测仪之后，发现有一位，那他有这个37.1度的情况，好，所以他就希望我们开舱门把他这个叫下来，再去做复检，就复检没有通过。为什么有人拒绝检疫？将心比心嘛，哈，他们就有一些人担心，或者有一些些微的症状，他怕在机场里面被拦下来没关系，那被送到医院里面去。可能就是他们是最担忧的一部分啦。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主要是因为两岸对防疫标准的认知无同，沟通有困难。最后我们在第2批的时候，也希望能够戴面罩，我们希望能够戴面罩。啊，最早中方是觉得说只要戴口罩，大概就可以了。但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防疫这样的一个动恐怕不够。指挥中心表示，这个包机的旅客当中，18岁以下囡仔占2成，阁有红婴仔，嘛有大巴肚的人。另外有医疗需求，年岁上大的是91岁的老大人。但市长表示，这个负责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有356个，检疫所有128个，大家拢真辛苦，甲任务完成。
跟那位护理人员他也跟我照一张相嘛，好，那就是脸上当然都是那个我们的 N95口罩的那个痕迹，好，那他说啊，规个面拢安尼灰，啊，我跟他讲说这是一个，好，我们的一个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的痕迹啦。若是包机的名单是安怎袂当接受候补？但市长表示，事先会当将名单是真重要。无论是事前隔离检疫甲身体状况，到最后倒来台湾的检疫所安排，台湾拢希望讲会当掌握，所以才无同意。若是中国配偶是因为身份的问题，才无放伫名单内底。另外，伊嘛强调讲，即个华航包机的家庭甲囡仔较济，检疫所会安排囡仔甲爸母做伙隔离，住伫2人房或者是3人房，其他拢是1人1间。活动的范围敢若限制检疫房间以内袂当出外，甲附近的居民袂接触，请民众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在今仔日又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伫北部30外岁小姐，伊顶个月有去英国回来了后，也开始出现症状，今仔日来确诊咯。台湾到今已经有48病例咯，疫情指挥中心也在今仔日提升欧洲一寡地区的旅游警示。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佫增加一个，是北部30外岁女性，伊伫咧2月28到3月7期间，家己去英国旅游，甲找因朋友，倒来台湾出现症状，看医生了后确诊，这嘛是头一个为英国境外传入来的个案。那因为轻微发烧的跟一些感冒、咳嗽的一些症状，所以3月10号到医院就医。那经过通报检验，那今日确诊。指挥中心表示，照个案发病前的活动数来判断，伫咧境外感染的可能性较悬。去年带做伙的人目前无疑似的症状，会继续来追踪个案带做伙亲友、共会联系的旅客、病医接触者的健康状况。因为最近欧洲疫情直头增加，为了加强防疫警戒，所以指挥中心宣布，自即马开始，甲新兴区域的国家包括希腊、捷克、葡萄牙、芬兰、斯洛维尼亚、波兰、爱沙尼亚、匈牙利、卢森堡、马耳他、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列支敦斯登，还有新兴区自由流动的英国、爱尔兰等等16个旅游疫情警示，提悬到第1级的注意。16国的旅游疫情提升至第1级，注意。那我们到上述的国家，另外呢，要有一个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另外嘛，甲冰岛、瑞士、挪威、瑞典、比利时、荷兰、丹麦、甲奥地利等等8国旅游疫情提悬到第2级的警示。中东地区的巴林、甲科威特嘛，做伙提悬到第2级的警示。提醒台湾人若是要去当地，应该采取加强防护措施。离境台湾的时嘛，应该落实自主健康管理14天。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泰国因为疫情的关系，会取消包括台湾在内18个国家甲地区的落地签证。台湾驻泰国代表处发出说明，讲泰国内阁会议伫3月70暗时通过相关的决议，等候泰国内政部公告了后就会来施行。泰国政府取消包括台湾等18个国家甲地区的落地签证。未来民众若准备去到泰国，就要申请观光签，就必须要亲身去到驻台办事处或者是签证中心申请。另外，泰国第11个增加6个确诊病例，目前已经有59人感染，1个人死亡。讲到美国的确诊病例，第11也已经超过1000个咯。伫纽约州有173人感染，其中在108个是伫 New Rochelle 市，也甲这个所在随来封锁起来。另外，在中小机构也发生着感染的原因，当地官员也烦恼讲疫情的大流行。纽约州新界罗尔市超过100件确诊病例，成做全美国上大感染区。官方将疫情疫区周围差不多1.6公里划为封锁区。7月开始，学校教堂大型集会场所关2礼拜，国民兵协助防疫，为居民送食物，协助清公共场所。New Rochelle is a particular problem. It is cluster. The numbers have been going up. The numbers continue to go up. The numbers are going up unabated. 志村公主号继续协助乘客入船，每一个人拢要接受基本的检疫，只用踮伫舱房内底耐心等待。Let's get to leave. 54个国家的乘客已经依照分流规划，美国公民被送到指定隔离地区。加拿大已经准备好撤侨专机。
其他国家乘客也由政府接应带转去。另外一只以巴拿马运河10天航程为卖点的加勒比海公主号邮轮，已经核准停靠佛州艾佛格莱德港，按算11到位。进前到开曼岛拒绝邮轮停靠，是因为2名船员捌伫出现确诊病例，这阵公主号轮班宣布前无症状，不过会由美国疾管中心负责体检。华盛顿州疫情紧张，西雅图地区发现至少10个长照机构有人检出阳性，州长希望赶紧掌握疫情。Doubles every day, it gets to a very large number very quickly. So if there are 1,000 people infected today, in 7 or 8 weeks, there could be 64,000 people infected in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if we don't somehow slow down this epidemic. 甲自主隔离的国会议员有过近距离接触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家己无需要检疫。I would do it. I don't feel that any reason. I feel extremely good. I feel very good. Spoke to the White House doctor. He said he sees no reason to do it. There's no symptoms, no anything. 另外，因为疫情疑虑，民主党党内2大总统参选人兼副总统拜登，甲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拢取消造势。桑德斯伫活动3点钟进前宣布取消，拜登也表示未来造势会先问过工会官员。2人15伫亚利桑那州的辩论照办，暗过拍算无要请观众。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日本、韩国的疫情。除了日本兵库县有可能发生病医群聚感染以外，还有一间照顾老大人的照护中心也有可能发生群聚感染。另外，伫南韩首尔的人客电话服务中心也发生群聚感染的问题。感染人数，日本目前是要到1300人，南韩是要超过7700人咯。清洁人员伫车厢内底喷消毒剂，后壁的清洁人员骑到步开始测车厢内底每一个所在。南韩的武汉肺炎疫情，查查伫首尔爆发群聚感染的电话客服服务中心，已经确定职员甲家属各相关人数，至少90个人感染病毒。콜센터 업체에서 발생한 집단 감염 사례에 대해 중앙역학조사관과 서울시가 역학조사를 진행 중이며 오늘 7시 기준 90명의 확진 환자가 발생하였고 접촉자 수는 집계 중에 있습니다. 除了一般公司，南韩如意岛的 KBS 电视台总部某一名内部清洁员工确诊感染。电视台业者烦恼爆发内部感染，已经隔离所有的密切接触者，佮要求相关的员工伫厝工课。伫南韩国内的喙暗实名制了后，嘛继续学台湾的制度。南韩经爆发定型医甲开发 App 定时的业者合作，随时提供卖喙暗的所在甲库存资讯。但是日本的疫情70几天，各地拢总增加59个确诊病例，创下一天增加上济确诊病人的纪录。台湾府就有18个病人，一半拢是伫小型演唱会参加者，互相上安倍晋三佮一摆要求禁止各种群聚活動。全国規模のイベントについては中止、延期、規模縮小等の対応を要請したところですが、専門家会議の判断が示されるまでの間、今後おおむね10日間程度はこれまでの取り組みを継続いただくようご協力を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伫兵库姫路的精惠病院，技术病院内感染，包括护士甲住院的病人，至少5个人拢确定胃着。兵库阿妈家早起的老大人照护设施嘛，技术群聚感染，至少有3个人胃着。设施嘛，为初9开始暂时关闭。伫7月下旬要举办的东京奥运，路透社报道，东京奥运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塔卡哈西认为，若是疫情严重，无法度伫今年举行，延期1冬到2冬是上好的代替方案。严格委员会官方声明讲，毋捌考虑延期，也是取消奥运，要求塔卡哈西为这种个人的意见负责澄清。记者陈时报道。讲到徛名买喙暗的新制度，对明仔载开始会当伫网络试用咯。民众会当使用健保卡或者是自然人凭证去网络平台登记，无论是用手机 App 去注文，3块喙暗挂运费总共是22块，头期省大约有700万地的喙暗会当互民众去登记。甲健保卡系统的 App 拍开，入去了后，干那需要点健康卡金符啊，各用本人的手机门号进行认证，而且拍相关资料了后，地当直接选喙暗医药，唔免去邮局排队地当来买喙暗，数量共款维持每7天3个，每一个是代票5块，啊，毋过还阁加7块的物流处理费，等于讲医药来买的费用是22块。通常学生嘛，就是需要上课，然后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排药局那些，然后如果这个 App 的话。
就我觉得蛮方便的。一个人至少你买1家的分量或多一点，那我买3片我就要去付到22块嘛，不合理啊。2月7日开始实施买喙暗实名制，民众爱摕健保卡去药局来买。毋过拄12开始试办网络移订，除了透过健保卡，卖当使用自然人凭证登入去网络平台，或者是透过健保快易通行动 App 进行认证预购，再搁线顶付钱。伫咧3月2日到4月7日的期间去超商取货，初步估计会当提供700万的喙暗，超233万人来预购。毋过拜二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线顶测试1点钟以内就出现6000人次，系统阁有速度的状况，等于讲是平日流量的10倍。外界烦恼讲到时阵系统会袂堪住。我们现在也是竭尽所能去调配内部跟外部可以使用的资源，那所以其实这样的手机的闪退的情况，其实在今天中午之后也都会陆续得到一些改善。就伫咧喙暗实名制2点0开始进行，总统蔡英文嘛去中华邮政视察，甲慰问防疫物流作业的员工。结合科技，积极的跟民间来合作，让没有时间排队买口罩的上班族、学生可以在网络预购、超商取货，让大家可以更有管道来取得这个口罩。这届喙暗实名制2点0是采用 ATM 网络银行甲信用卡付钱的方式。经过回报讲，信用卡本来就毋免手续费，网络银行甲 ATM 无共银行转销，每一天转销的金额伫咧新台币500块以下，会当有一届手续费的减免。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近夜公布讲防疫隔离的补偿办法，民众若准因为武汉肺炎爱检疫隔离或者是照顾别人，会当申请1天1000块的补贴。另外，劳动部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先要来停止劳动检查。喙暗工厂赶工生产，顶礼拜劳动部公布喙暗工厂等11项制作业有条件放令7天休1天。今麦搁再宣布，因应武汉肺炎的冲击，暂完延后专案劳检。治安卫还有我们的这个申诉，这个都是照常进行。但是有些因为产业的影响，那我们会有一些弹性的做法。要暂完多一寡项目，目前这案数敢若讲医疗因素是高风险的环境，这个时阵入去劳检无介合理。其他延后实施的项目爱搁盘点。不过，有立委认为讲，向暂完劳检无介妥当。有立委认为，劳动部无把原因讲好清楚。我觉得不宜贸然的去停掉专案检查，也不宜针对申诉个案呢做延后检查，因为这个会让劳工比较没有信心说，那现在是不是都没有人在关心我们的权益问题？我想劳动部应该要在对外加强的说明为什么在这时候突然对外说要暂缓相关的劳动检查。若是要安怎弥补民众伫防疫隔离期间的损失，行政院公布宣布防疫补偿办法，检疫者、隔离者到照顾者，只要无拍走违反隔离期间的规定，大家人逐工发1000块，隔离2礼拜，上济会当领14000，会当回溯到1月15。但是申请的条件排除隔离期间有领薪水的民众。就是有些人既然这么好，那我就去韩国、日本玩个2天回来，我就在家14天。可以领1.4万，故意要去到疫区去旅游，而不做任何的防护措施他必须要遵守相关的防疫规范。立委吴思怀提醒劳动部，要防止有人偷吃补，为着申请补助走去疫区。不过立委赖香玲是认为，干那国外机票带续费可能就超过14000，照理来讲，袂有民众摕身体健康来滚损笑。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这第2批包机，说互宜兰圆山的乡公所是真不满，因是咧不满疫情指挥中心透暝透夜，甲100外位旅客载到圆山的市区去隔离，当地民众是烦恼甲要死。指挥中心表示，事先有先沟通过啊，不过人要做甲人人满意是真困难，未来会加强改进。游览车司机也穿防护衫，在第2批为中国武汉返来台胞。疫情指挥中心指出，为华航陆飞机的乘客分成112人甲57人2批，东方航空也分成161人甲31人2批，被送到国内3个检疫所隔离。不过地点甲第1摆包机返台湾无同。宜兰县圆山乡公所就指出，这摆其中一个检疫所就设伫个圆山乡市区，因无反对配合防疫，不过不满中央无事先沟通。我是感觉不大妥当，我妥当，周遭的这个环境可能会影响到我，所以我们还是会担心的。对，担心。昨天
员进来的时候，我们地方也都没有接到通知啊。平常是闲置啊，可是这是在圆山的市中心。宜山乡公所强调，检疫所换2间学校，当地要自来水公司深交净水场，水源供应溪北地区至少25万户居民。水源若是受到感染，会危及乡亲的健康。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水源的部分有申请水利局看过，本所这废弃物要专人处理。那他们其实也是牺牲自己的自由，在检疫所待14天，应该是说有做过部分的沟通啊。那如果说有做不到位的地方，抱歉，那看未来怎么再加强。指挥中心讲，其实事前有沟通，不过真歹做到大家拢满意，无到位的所在未来会加强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有甲旅馆业者合作，要来做防疫旅馆，不过所有人无爱配合，佮拍走。台北市政府也随该罚100万。不过，这个旅馆的地点无公开，民众也会烦恼，甚至一寡旅馆业者家己做标章，要证明家己的旅馆唔是防疫旅馆，要来挽回家己的人气甲胜利。旅馆柜台有一张告示，写着“观光专业旅馆，绝不隐瞒安心之住”，也有写着接待第厝检疫、第厝隔离的人，也有为疫区内旅客。写甲遮尔清楚，就是要自称唔是防疫旅馆，因为北市府无公开防疫旅馆的地点，唔但引起民众的疑虑，也影响台北市旅馆业者的订房率。市府的动作很快，但是它不明确、不公开、不透明，产生恐慌。之前跟市府长官也沟通过，也取得初步的同意跟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把旅馆呢做一个区隔，把旅役来做分离。绿色标志代表非防疫旅馆，也有红色的代表防疫转型旅馆。要做第三方医疗检疫所，无接待一般观光客。全台北市有600多间的旅馆，目前台北市政府协助每合的办公所大约78间，提供需要检疫者自费大力气。副市长黄珊珊对工会作为予因尊重，也强调会分流。防疫旅馆目前为止，因为数量真的需求很大，所以它其实已经不会接散客，所以所有的散客都不用担心了。工会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们都尊重了。虽然台北市府有防疫旅馆，也不过也是有人无配合，互北市府开出第1张100万罚单。这是一名查甫人3月初9为厦门入境，被安排到防疫旅馆14天伫厝检疫，也不过伊却无大力气，最后伫高雄出境前被找到，事情免确当裁罚。确定他没有入住，然后通报警政署，后来发现他在移民署的线上应用服务系统里面查到他在高雄的航空站准备要搭班机出境，所以目前违反规定，事证明确，所以我们今天开出100万的罚单，这也是第一张100万的罚单。这名查甫人目前被安置伫高雄的集中检疫场所，根据北市府统计，到3月30为止，拢总开罚70人。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着疫情的消息，就请各位民众小可思量一下。刑事局最近有发现到假消息，伫咧讲有电视台出现病例，阁有政府派车伫咧运送尸体，一款真罕过的假消息。政府也提醒民众讲，若准乱传假消息，有可能会真多。伫台南，就民众因为乱传假消息，已经互罚2万啊。武汉肺炎摊烧假消息满天飞，近期刑事局就接到网络流传，叫做台大病院名义讲 TVBS 新闻部主管确诊，台大已经研发出武汉肺炎疫苗，甚至也搁造谣死亡人数。政府派车运尸体震撼的流言，刑事局分析用字用词的习惯，研判是中国人士大文。追踪他的一个破网的一些 IP， 事实上也是境外的一些 IP。确实是一个恶意攻击政府的一个疫情，然后散播这些不实的消息，那后续这边留言的人，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做侦办、来追查。刑事局提出呼吁民众千万唔通散布还是转传新冠肺炎疫情不实消息，以免违法。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开始了后，假消息满天飞，新竹甲台南也发生类似的事件。新竹5名女子2月19用通讯软体发送假消息，讲军方有人调病，互检方反起诉处分。台南有民众是伫2月23讲，台南某一个大学的中国学生已经返来学校，甚至引起附近民众惊吓，被台南电院处2万罚款。本院审酌其行为违法的手段、散布的程度、违反义务的程度及散开违反秩序维护法行为所生的危害，
以及审酌他的前科诉刑，裁罚新台币2万元。除了假消息之外，台南警方也查到网络出现不少喙暗交易平台，甚至有50个卖1000，等于是一个喙暗要20块。被警方认定已经涉及违反武汉肺炎纾困条例进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讲到这个病毒变化是无伫咧经大细汉的哦。亲像法国的文化部因当地时间初9也对外表示，讲因的文化部长去治疗武汉肺炎，在今仔日英国卫生部处长也互话到啊，上届使人惊吓的是，伊顶礼拜才伫国会甲100多人接触过尔，就连首相詹姆森也皆有接触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英国政坛，徛伫咧防疫前线的卫生部处长多里斯伫咧当地时间初10确诊，是英国第一个起用感染的机关。多里斯初10发文感谢各界关心，表示讲已经居家隔离，提醒民众爱接洗手。伊过去一礼拜伫咧国会内底甲正百个议员接触过，确诊迄天，佮甲首相强生做伙去参加招待会，嘛互政坛的人拢真紧张。啊，毋过多里斯并毋是头一个去互武汉肺炎话着的卫生部官员。中东伊朗的卫生部处长哈里吉顶个月25日正式确诊，疫情嘛互伊朗的政坛无稳定，毋有超过20个议员感染，2个副总统确诊，上无有4个官员因为武汉肺炎来死去。法国是有2个市长甲文化部长李斯特确诊，另外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指挥官米卡初10确诊，伫伊进前，意大利陆军参谋长法里纳嘛正式感染。疫情伫咧全世界继续伫传，嘛影响到各国的经济。后面甲27个成员国的领袖伫咧比利时时间初10召开紧急会议，甲阻挡病毒传播来做上优先的代志，而且决定设250亿欧元的基金来协助防疫、振兴经济。We will bring forward a Corona Response Investment Fund directed at the healthcare systems, directed at SMEs, and as the labour market, at the labour markets, and other vulnerable parts of our economies. 后面强调讲会用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度过疫情，而且就伫咧同一天，世界贸易组织 WTO 出现员工确诊 ，WTO 这个月20前会暂停所有会议。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有伫咧风声讲，一位伫国泰航空的空服员去治疗武汉肺炎，是因为伊在3月捌去过西班牙。另外，香港有一个一行8人的旅行团，对埃及回来了后，就小连续出现镜头。接落来，咱来看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过武汉视察了后，也伫要开放自主健康管理的健康码啊。挂上喙暗甲医护人员视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了后，初10头一摆踏入武汉，伫火星山病院为医护人员甲患者加油。你们都穿着防护服啊，戴着口罩啊，我看不到你们的这个真实面貌，但是呢，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可爱的人。向你们啊，表示诚挚的慰问。致以崇高的敬意。根据中国卫健委通报初10为止，中国境内新增24例确诊，其中513例境外输入10例。境内的疫情看起来像降温，有不少省份陆续公告将开通健康码，其中包括500省也宣告将迅速结束封闭式的管理。中低风险地区持绿码人员全省通行。高风险地区持绿码人员按照当地防控指挥部规定出行，持黄码人员不予放行，持红码人员按疫情防控要求由当地收治隔离。中低风险地区民众摕着码会当专项通行。随着官方所讲的疫情趋缓，乌巴甲其他省份的营造酒厂甲农业等企业单位也将陆续复工。每天早晨，就是都是测体温。室温工作我们现在就是砸钢筋啦、清理啊这些都恢复了。另外，香港是新增6件确诊，其中包括一名国泰空服员，伊是伫3月期间前往西班牙，同时港机顶的一名旅客也伫中国被确诊，也佫有其他5例是顶个月27前往埃及的8人旅游团成員。122位個案啦，就係一個空中服務員啦，搭過呢個CX320嘅。其他嗰5宗個案呢，都係同呢個埃及旅行團有關嘅，剩低嗰個團友呢，都初步有陽性嘅檢測。
到11下昼，香港累计突破120个确诊，甲3名死亡个案。因为这个埃及旅游团报领队9个人，当地已经有3人确诊，今仔日增加5人，也有一位初步确诊个案。敢有可能全体被感染，继续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自从中国武汉疫情爆发了后，当地民众因为封城、关伫厝里已经过偌几夜，是要安怎透开因心内的压力惊吓，心理辅导议题也变加热烈。另外，拄封城意大利，因的民众也开始伫网络表达因的心声。武汉上班族张文贤因为政府封城令关伫厝内底将近50天，小小的室内空间就是所有活动的范围，呼吁2个人相依为命。Every day I wake up at 11 a.m., I have lunch, I read a bit, I spend time on my phone, and in the afternoon I work remotely until 7 or 8 p.m. I'm very bored and I do the same things over and over. 张小姐感觉过着感觉真艰苦，全武汉有将近700万人甲同款过自家的隔离人生，人际关系只可简信其信，对健康的焦虑孤单拢是压力，而且这情形也对疫情的拓开到全国其他所在。It's because I've been staying at home for way too long. I guess it's making me a bit upset.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42%的中国人至少拢因为疫情感觉焦虑。一阵心理咨询师开始伫网络传授排解焦虑的心法，有网络检讨会，请医师对谈抗疫时期的心理关注，问答时间轻上万人。另外，也不少人求助中医、百合、麦冬、天麻、茯苓，拢是宁心安神的药材。另外，伫意大利最近正做疫情快速发展的防护中心，35岁老师托尼·欧洛住伫伦巴第大区的圣费欧拉诺，早就被划入红色封锁区。伊透过网络记录这段时期的生活，如今封城令扩大到全国，互伊更较烦恼。Non è mai finita e non finirà mai per chissà quanto. Allora, la situazione è questa, che qua le cose non si mettono bene perché 封城第18天，十件经营店伫门卡口的花园佚佗，疫情夺走未少老大人的性命。85岁阿嬷真烦恼，毋过毋敢讲。爸爸原本住伫南部萨丁尼亚，即摆来探亲，却被封城困掉咧，非常不安。意大利全国封城是为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面临过上大规模的控管措施。意大利只有6天的6000万人口，是毋是严格落实防疫，要有待观察。托尼·欧洛表示，大家警觉无够，野兽人一定爱约见面开讲，无要挂喙暗。伊认为伫有风声也无研发出来进前，就多加宣导，提悬公民意识，才能自救救人。记者综合报道。在非洲的昆阿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有2只真稀罕的白色麒麟鹿博仔囝，却因为人类虐亡，也去互人杀死了。当地政府表示，这世界上敢若剩一只白色的麒麟鹿尔。白色的外形看起来真特别，因是白色的麒麟鹿。伫咧肯亚东部加里萨伊莎格比尼自然保护区内底生活。毋过，这个画面即摆已经无看。园方查查表示，这对白色麒麟鹿的母仔囝已经互杀死。Tonight, the country's last remaining white giraffes are no more. Poachers have killed Kenya's only white female giraffe and her calf in Ijara in the county of Garissa. Skeletons of the extremely rare animals were discovered by rangers and community members at the Ishakbini Hirola Community Conservancy after a 4-day search. 园方发声明表示，这件代志对因保存稀有物种所做的拍拼造成真大的打击，嘛互支持保育动物的人一个真大的警醒。2017年，这对白色麒麟鹿母仔囝去互人翕到，影片造成真侪讨论。因白色的外形是因为一种号做白变症的疾病所造成的，甲白化症无共，干那欠黑色素。白变症欠的是所有的色素类型，所以讲目睭一般拢是蓝色或者是朴色的。目前肯亚干那剩一只公的白色麒麟鹿，伊就是迄只去互杀死的麒麟鹿妈妈的后生。肯亚政府讲，伊是世界上上后尾一只，毋过 CNN 的报道指出。其实，2016年伫咧坦桑尼亚嘛发现另外一只白色的麒麟鹿，不过目前嘛毋知影伊伫倒位。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 Trump 提出减税金的想法了后，美股伫昨收盘就起1000多点。在今日台股开盘了后，有台积电、大立光带头，盘中北徛登去到年线，不过尾也是反乌盘109点。金管会表示，台股目前无大起大落，相对应的政策也拢有准备好势啊。美国股市的惊势未输分消费车，拜一道琼指数大落2013点了后，总统川普提出减税的想法，互美股无国力开始起。拜二收盘大起1167点，连带台股开盘对咧爬悬，盘中捌徛登去年线。不过因为美国进行措施有路的部分还未公布，市场出现失望性的卖压。美国期货盘大落超过600点，嘛影响阿股的走向。台股尾盘为红变乌，中场是盘109.79点，收伫10893.75点，成交金额是1745.63亿。面对最近美股大起大落，金管会主委顾立雄表示，台股也部分消费车起落的情形，目前也是慢慢咧行，而且要拢走伫11000点以上。台股始终呈现一个阶梯式的一个爬、小爬或者是降，每次有下跌的时候，还是有逢低承接的买盘出现，也就是它的量都有出来。顾立雄认为，台股从新正开盘以来，虽然大落要700点，不过伫咧成交量抢悬了后，台股的惊势甲最近美股无同，无像美股大起大落，也若上市上柜的营收是变较少。伊认为有2个原因，一个是2月季节性的因素，过来是要看疫情的影响。已经要求上市上柜的公司，该当公开的资讯唔通暗藏。初步对上市贵公司的营收影响的情况是怎么样？1、2月累计是7.88，单月2月的话呢是3.47。我们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就是适度的在于看看有没有一些非理性的一些下跌的状况。我们要求这一个上市贵公司要做好资讯的揭露。最主要就是顾立雄强调，政府已经把台股疫情冲击的因应方案传好势。那疫情拖烧到第3、第4季，就会随时开会讨论个案基金入场的时机。金管会嘛会做好禁止投资人借股票来卖空等等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欠台湾一切就未完全，因为台湾防治武汉肺炎的成果真用心，也互世界看见。有外国媒体报道，伫台北加价的受刑者也做伙加入成三催案，甚至真侪外国媒体肯定讲，伫中国隔壁的台湾，煞会当甲防疫做甲遐好，这也表示讲台湾有影是无输人。先甲规大塔要做翠暗的布塔，好整齐，再搁用屈斗屈2条线，刷落来，再搁甲规塔的翠暗变过来，再搁屈一解。台北加价的受刑人，挂家己做的翠暗，为剪布、车线、包装到运送，隆重包办。我一边在缝纫的过程当中，我在想，这份口罩可能可以带给我们家人一份安全，找到了肯定自己的方向。就因为这小小的口罩，让我们得到不止对社会一份回馈。更让我们心里面，因为这个口罩得到对自己的肯定。全世界当咧无用做翠暗的这个卡刀，台湾整体翠暗的产能也受到国际肯定。今年的2月13号开始生产，截至昨天，我们已经大概出货了52000多个口罩了。除了法新社报道台湾加价的受刑人斗做翠暗，即阵包括美国、日本、韩国等等20个国家，也小煞报道台湾伫咧防疫的表现，肯定台湾虽然瓦近中国，不过伫咧生产翠暗，也有控制疫情的能力，即阵表现了真好。外交部也伫咧面册表示，不管是17年前的 SARS， 或者是现此时还阁伫咧传的武汉肺炎，台湾伫咧防疫的过程，就哪亲像是无雨伞通好行的囡仔，不管风雨有偌大，只会当向前行。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台湾到大也阁算防守了袂歹。虽然疫情也未退，不过台湾继续强化防疫的能力，即阵也正做国际小耍学习的对象。记者阿敏珍、贾基文台北报道。日本311大地震已经9年啊！总统蔡英文下晡伫 Twitter 用日记发文表示，逐回遇到困难，台湾甲日本拢是互相帮忙渡过难关。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也在面册发文对台湾表示感谢。总统蔡英文伫推特上以日文发文，同齐追思日本311震灾的牺牲者，并且替因祈祷。伊强调台日友好两国总是互相依靠，超过困境，在后9年犹原同齐对抗武汉肺炎疫情。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伫面册表示，当年受到台湾的温暖关注，意声淡薄，强调因为台湾灾区未一直是灾区，也毋过国内外环保团体有缘继续关心，好到核灾了后的复原情形。国内有环团甲日本团体合作调查，指出未少地点辐射量有缘是达到每点钟4微西弗左右，大约国内环境背景达了数十倍。你的土壤密度有的地方污染密度超过了200万贝克，然后空间剂量超过0.84，这个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刘小和平也伫福岛长期监测辐射变化，发现日本政府完全独有，宣布会当大的所在因为风台大雨，各种其他所在的污染不大例外，辐射量就安尼清悬，出现二次污染的现象。随着大自然的移动，这些污染源它就会再次流入到人活动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起来这样子的储污是几乎没有办法彻底恢复到原状的。刘小和平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暂停归海政策，避免居民就是已经会当回去家乡，却唔知影独有了的家园辐射量有完真悬。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在今仔日出1979年后美台关系特点，强调目前的台美关系是真正的朋友。一张历史相片甲历史文件记录1979年以来台美互动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11出席1979年后台美关系特点，表示过去40多年来，台美互利互惠，如今台美之间坚实友谊，台湾活泼的民主社会已经超过前人期待，佮以真朋友、真正点来形容台美关系。We often talk about the U.S.-Taiwan partnership in very simple terms. Real friends, real progress. 真朋友，真进展. What does that mean? It means the United States is a committed partner and true friend to Taiwan. 1979年台美正式断交，驻美大使馆加入美国在台协会，引起台湾民众激烈抗议。同年3月，美国国会制定《台湾关系法》，规范台美关系，其中承诺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经过41年，如今的台美关系要如何定义？7日暗时，美国在台协会面册发布一段影片，也替犯人明武和亲身回应，美国是不是应甲台湾建交？伊强调台美关系是史上上好，台湾关系法保障美台合作紧密联系，不过情形并不完美。台湾是美国的最好朋友之一，我们认为尝试改变这个现状，威胁这个稳定。无可讳言，这个情况不完美。面对后台美关系，李英杰强调，美国甲台湾拢选择加入共一个民主社会大家庭，有共款的本质甲政治价值观。而当前不实的信息、虚假新闻，也是民主社会所有成员面对共同挑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阁有新的构想咯，伊打算要伫疫情结束了后，规划一个香港村，吸引香港人来高雄定居。不过，伫台湾的香港人表示，韩国瑜的政治立场是挖中国的，而且因过所讲的政策拢无看到效果，恐惊是无法度啥人来。下一个阶段，疫情结束，高雄要做什么？我们开始规划香港村。高雄市长韩国瑜阁刷新的想法，等待疫情结束了后，要用高雄的优点，请香港移民来规划香港村。我们有最好的交通、最好的天气、最好的环境，还有高雄是全台湾推广中英文双语教育，所以小孩的教育也可以解决，最好的医疗。香港人如果愿意来台湾高雄定居，90分钟就回家了。韩国瑜讲，好加在台湾的疫情控制甲真好，等待武汉肺炎甲天狗节的疫情较稳定了后，要开始进行城市行销。市政府表示，财政局已经有初步的规划，分地中长期的评估来选地址，经费甲财政来源等，长期预计5000至1万人。不过，伫咧台湾的香港人认为讲，韩国瑜本身的政治立场甲移民后定真关系较困难。他优点有很多，我们能知道，我们能接受。可是高雄的缺点就是韩国瑜本人，我们都不能接受。那么环境来说，高雄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空污问题。空污问题这个情况会让很多香港人不敢选择过来，因为我们也想选择一个更好的地方。有些人喜欢比较平静的地方，有些人喜欢比较热闹的地方。那你
那个所谓香港村，都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吸引香港人住在这里呢？所以这个也是很困难的。伫咧台湾的香港人嘛认为讲，若是用过去去贯穿的方式，甲香港人扣起来，观念是伤过古板。另外，进前韩国陆上的摩天轮、国际大机场、甲赛马场等等的政策，规划了拢无具体的配套办法，这个可能嘛，阁是一个话题尔。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观光业甲餐厅拢受到影响，想袂到有机农产品的业绩刷电到变甲真好，伊也利用民众无爱出门的想法，互因的业绩透过网络也起2、3成。这是花莲南滨附近知名的小吃店，店内无人客，头家经打出技术经验室的大字。此外，市区其他的餐饮业者的业绩也真嗨，就算转型卖50块的便当，也无几个人来买。有传出说已经要收起来不做了。很多啊，据你了解，大概有几家？我自己同认识的也是4、5家有啊。现在生意只剩下差不多1成，这一波疫情冲击力太大，我也受不了，所以说我想说，想看看有什么办法再求生存。这个产业者拢表示，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即马根本无观光客来消费，所以真侪传统菜农的青菜面临销袂出去。也毋过这个时阵，利用网络平台卖产品的又见落好，业绩无减点都增加。我们的宅配量其实有增加20%，我在想应该也是因为大家不想要去比如说像超市啊，像传统市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选择从网络上购买。不过，并不是所有农民拢会网络去买，所以农粮署东区分署针对华东地区一寡重点农产，包括青菜甲水果，提供所有农民相关的协助。比如说，如果他在经营上有一些资金的需求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贷款的减免的措施。那另外，我们也会媒合一些通路或者是电商，网络订购的这个销量其实是有增加的。农粮署强调，政策才多一平，所以电商带来偌济效益，目前也无完整的数据。也毋过，网络买物件是趋势，会继续辅导农民调电商通路来扩展市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兰花是南投鱼池乡的3宝之一，兰花的产量也占全国出口量的4成。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外销去到中国、韩国是拢暂停。兰花也希望政府来斗3工，协助农民渡过难关。这规堆那线的食物拢是兰花的材料。南投花农指出，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兰花的出口，这个兰的材料销不出去，只好丢掉。所以这片这拢是，这拢总是扣掉的，无度出口了后，变来扣啊角，搁重新搁种，等于把这个兰花拢总浪费啊家己。南投鱼池乡是国兰重要的产地，这产量占全国出口的4成。这种的国兰材料有4成销往中国，因为这时爱出4、5个货柜的量。另外有部分是销往南韩。不过，即马中国的口花无通，造成堵车。花农表示损失是真重。武汉肺炎的那个疫情爆发在中国大陆，然后导致我们现在我们国兰有超过40%以上，几乎销的是中国大陆。然后现在中国大陆的口岸都不通，然后他们现在市场也没有人气，所以整个台湾国兰现在在外销大陆市场方面几乎是停摆。咱即摆现主是咱的堵车造成咱的损失，这是咱大家看袂到的一个损失，所以嘛希望讲未来咱政府所推出来的纾困专案或者是一些贷款方案，有法度把咱的国兰列入一个比较大的品项。兰花是鱼池乡的3宝之一，有人讲鱼池是兰花的王国。这边兰花外销拄着困难，农粮署表示4月开始会分阶段推出产业的振兴方案，另外会提供头一档唔免利息的专案贷款，来帮助花农渡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定古迹台中公园的乌心亭，长期以来拢互粉鸟吞大，唔闹有卫生的问题。文书团体也烦恼讲乌心亭的结构会互粉鸟的排泄物破坏。几啊只粉鸟停伫乌心亭的厝顶，虽然看起来古水，也毋过流落来排泄物也真惊人，四季拢是。若是歹看，当地居民讲实在是影响环境。鸟啊，屎放啊，规个，你看迄树啊，都规拢鸟啊，你看。啊，行过啊，你若唔定人去放一个落来，你就迄落。可能会带有一些疾病吧，就加上现在传染病的话，大家会比较怕一点。乌心亭的厝顶甲周边拢被粉鸟啊占去，四季流落排泄物。
文书团体真烦恼，因为这座1903年完成的百年市定古迹，锁定留落一条一条绿色的氧化粉叶，年久过深，冒险版的白下物真可能成为古迹的大伤害。鸽粪里面含有尿素，它会对这些铜瓦造成破坏。那除此之外，在这一些铜瓦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都是木造的结构。那有时候如果说太多的鸽子或是鸽粪的时候，会影响到铜瓦之外，还会影响到木造的结构。除了百年古迹乌心店可能造成伤害，边仔的插头桥也拢是鸟仔屎。虽然市府定期启动减粉鸟仔计划，会同动保处以诱捕的方式减少大约400只的粉鸟，毋过留伫台中公园的粉鸟仔也是袂少，因为规个公园甲属于古迹的乌心店分属建设局甲文资处管辖，建议应该成立单一管制单位。这些呢都会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它来负责，比如说活动中心，它就会由民政局或区公所。比如说像运动场这个部分就会有运动局，那大家呢会有一个权责分工跟互相协力这样的一个做法台中市建设局表示，甲文化局讨论了后，未来将会由所有权人会同相关管制单位，就无共专业进行分款管理。若讲乌心店涉及修缮违法，都会交予文资处透过分款方式维护古迹甲公园的完整性。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有一群少年人推动户外教育，因上课的所在拢伫大自然内面，毋但教人户外安全知识，阁有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梦，暗时10点，咱也做伙来看。甲一般学校学到的正规教育无同，花莲有一群少年人，做目前台湾较欠缺的户外教育活动，透过课程野队，传播户外安全的知识和技术。用独木舟啦，用单车旅行啦，用爬山啦，用溯溪啊，迄敢若工具尔。就亲像艺术治疗啊、音乐治疗啊，无共款的方法咧做教育。阮是用户外活动。做户外教育的工课并无轻巧，伫现场林演兴引带有意愿的少年人，哪做哪学，用兴趣顾巴肚。我嘛感觉这件代志应该是会当，互大家会当生存的嘛，所以阮一直用会当做正式头路的这块目标咧经营。这10月冬来，共合作用带各年龄层的学生、弱势家庭的囡仔，佮有机关团体大人，创造学习的趣味，互学员看到家己的价值，团队的成员嘛在咧成长。加油！骑稳就好了，小鬼。因为我是住那个机构长大的，所以我小时候不是很乖很皮。那来这边接触户外活动之后，我现在有一点慢慢改变了。那我也想要借自己一点力量如果可以的话，也帮助可能以前跟我一样的小朋友。虽然成员来来去去，毋过遮个少年人拢有共同的特质，因介意大自然，嘛愿意付出家己的心力，发挥自身小小的影响力。记者吴丁武、柯宏耀花莲采访报道。咱的社会是愈来愈重视环保，伫台南就业者发挥因的创意，甲红毛土地仔选基的布条仔变作是地仔甲生活用品。咱也带观众朋友来去学安怎做环保。用针车捋过，无偌久，一个会使缀物件的地仔就做好啊。这是老师用旧的红毛土地仔做的，比一般用棉做的地仔更较环保，看起来嘛愈高级。原来很多人都在做循环经济这件事，就是用旧材新造。厂商说，他们的废弃的这种印刷不好的这个水泥袋也可以做袋子。后来我们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好用嘞，耐重又防潮。业者发挥创意，用饲料袋仔也是红毛土地仔所做的皮包仔含手挂袋仔，连正花的花卡都有。而且业者佫用选起了后，人唔甜的布条仔来做充满台湾文化的粪扫落啊，完全符合循环经济模式，甲废物回收佫再利用。活动完了就把它当去焚化炉给烧掉，都空气污染啊！我想说这个我们想说这个也可以来做做看。然后原来这个做起来嘛真好用啊，也使做然后我们冬天棉被要收起来，也可以做收纳的棉被的东西啊。业者甲粪扫变成手工的材料，通好循环利用。
而且因的环保理念也得到不少消费者的支持，甚至把绿色环保变成一种流行的风潮。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3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8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波兰看鸟的博物馆，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